我只属多想，你既所在秋花的日光，但我每天快地，天快关的呀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关联甲欢喜。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关联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就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哪想哪戇了，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圣工程，看见星辰，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起立。
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请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以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11篇，启应文第11，伫个圣诗的后面1017页。1017页，启应文11，也就是诗篇32篇，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即款人是无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佫心无奸诈。即款人是无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绵日重重刑罚我。我的眼睛是大天的日头，到大大。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路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为了得救的我，死命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主人看你，我告你。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是请咱阿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互阮无受阻挡，来到你的圣殿。阮感谢你用听引带阮，各用基督的宝血洁净阮一切罪、一切不义甲误会，互阮甲你上帝建立新的关系，互阮成做你的儿女。因为安尼，阮再次感谢你，全能的主上帝。只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中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合。只是阮要为阮教会复兴、中节兄弟灵命的增长来祈祷，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乐，互团契互相分享喜乐，分担苦难。佮恳求你保守、赐福阮众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喜乐。特别伫这暑期外出的兄弟姊妹，有主伫看顾，带领出入平安。求主嘛坚固阮中节同工
伫服侍教会事工甲职业的工作会当平衡来行，行事合宜，得主欢喜。也要为着教会的聚会有圣灵感动，会友3千群，透过查经互相分享，靠主合一，谦卑合适，有主的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主，阮感谢你拣选阮，互阮有即个福分，伫你面前来亲近你。愿主你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的智慧，互阮伫仔久要来领受你透过牧师所开启真理的信息，互阮灵命通得到成长。恳求你带阮，互阮的人生伫你的引导、帮助的下面，每一日充满欢喜快乐，行伫平坦的路途。阮今早起的敬拜、仰望、交托伫你，求你亲自伫阮中间带阮，保守阮，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有真好的属灵的管握在前，互阮日日成长，伫你面前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这是圣歌队要来献诗俄罗上帝。以上献诗，愿上帝赐咱心灵，互咱得到安息。请咱三甲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以弗所书》4章25章4章25节到5章第2节。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2节，这是我来读。
所以就拄去白贼，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因为咱三共做体，练受气就毋通犯罪，有激受气毋通到热闹，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偷体的无得搁偷体，宁可着磨，亲手做好的工，才有通分互欠过的人。恁的喙拢毋通讲出垃圾的话，独独着讲好话，才有及时的欠过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恩典，也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日个，一切苦毒、怨愤、受气、宣嚷、诽谤，以及一切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搁着用仁慈三款待，存怜悯的心，大家相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第5章第1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着学上帝，也着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疼恁，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祀，芳芳伫上帝的面前。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下面讲到。咱今日牧师要甲咱讲的信息是基督徒效法基督的人，请咱来听。来，下世大家平安。平安。真好哦，来欢迎拢，都真直接啊。上好就是咱其实咱每一遍的聚会咱敬拜上帝，也是甲上帝一个互动。就是咱正兄弟姊妹中间，咱也礼拜中间，这也是真做咱彼此的互动。麦克风爱较悬的，有。而家咱线接来看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后半段。咱已经有几若礼拜，咱拢去探讨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讲到真侪，就是咱基督徒，咱的教会生活，咱伫咱正做一个共一个信仰团体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彼此相对待？咱搁要伫咱的信仰团体中间。咱要怎样对伫咱共同的信仰生活，咱来做伙学习，成做基督徒。所以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就是咱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的人。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我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手赐阮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透过你的话，伫圣经信息的分享中间，你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亲像过一阵时间，牧师就袂记即支安怎用。顶礼拜牧师去北京教会代表圣即个台湾教会公报社做文字事工的请安募款所以一礼拜无用，小可佫袂记。落去遐济，人讲看历史就亲像迄读册共款。历史就是一本册，
透过历史中间，咱读历史，读到侪侪故事，读到侪侪人物的所做的一切的记录，互咱会当对伫即中间来得到学习，咱来得到会当效法学习的好模样。咱就来思考咱家己，咱拢是基督徒，咱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知影新约圣经中间讲到门徒，马塞特斯即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学习的人。一个学习的人就是门徒。所以，伫即马教会界拢真爱讲门徒训练，简称门训。但实际上，咱伫教会生活中间，透过共同的敬拜生活，透过做伙来查考圣经，透过咱彼此分享、彼此的学习，实际上，咱伫教会生活中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咱的门徒训练。因为咱不断去学习，不只是学习，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道理。咱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好模样，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爱将耶稣基督当作咱终极的学习的榜样。咱上重要的学习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咱知影，咱正做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学习基督，毋是只是知识经面知影尔，更较重要，咱爱伫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态度顶面，人爱哪来哪亲像伊，这就是学习基督，这就是做门徒。这就是做基督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安尼。两位兄弟，今仔日咱所读《以弗所书》4章25节到第5章2节，其实真值得咱来反省、来思考。无输几若遍。伫咱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拢提起咱即马活地的社会的特色是啥物？咱亲像牧师真爱送我，就爱看网络的文章，就知影即马的标题、新闻标题拢真爱讲啥物？网友爆气，对不？然后啥物？网友不爽，网友反正就是拢一大堆真负面，有关生气，这好亲像是即马的社会，不只是台湾社会，全世界，好亲像人的心中拢有怨愤共款，所以咧动不动都爆气。大安区讲100、200万一大少年人伫遐爆气，我就想讲，我老爸40年前为着要伫迄当阵的城中区，即马的中正区，市州路遐买厝。其实阮老爸以前工作嘛袂歹咧，但是伊为着40年前伫遐买厝，迄个市长公馆边啊。迄当阵是贷款偌辛苦咧，佮爱去标花啊一大堆。40年前，1982年迄当阵，伫台北市买厝真困难。40年、50年前就安尼啊啦，毋是干那即马啦。我讲台北市的蛋黄区，咱想想诶，有时阵当然有真侪社会不公不义，这是咱爱承认。但是有时阵。是不是太容易爆气？
也是讲有时阵受气煞受气伫毋是真对的所在，至到对家己对别人拢无好处。所以今仔日使徒保罗提醒咱啥物？咱爱注意咱家己的受气。对伫受气即项代志，咱爱特别来注意。当然，伊讲着爱讲真实话，讲真实话。但是咱知影，大部分的人迄讲真实话的时阵，煞揽落去真侪个人的情绪，直到大家听到，毋是你讲真实话。是看到你伫遐受气，所以为什么咱拢讲爱用疼心讲真实话？因为讲真实话的时阵，你若因为受气来犯罪，安尼你所想、你所心内所认为的真实话，其实无任何的好处。因为别人已经去互你的受气伤啊，凄惨落魄啊。所以爱设立咱的受气。当然，基督徒毋是袂当发脾气，一个真正无脾气的人，有人讲这是病哦。所以咱敢有听过有医学的新闻，医疗的新闻讲，若厝内的细汉囡仔是无脾气，对伫外在的影响，拢无情绪的反应。即个儿童心理学家讲，这爱找医生，因为这是无正常，伊无迄个对外在影响的迄个感受力，伊也毋知影安怎来表达情绪。所以基督徒毋是袂当发脾气，毋是袂当受气，但是保罗讲啊真好，咱袂当因为受气来犯罪，袂当因为受气来犯罪。咱知影受气是人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咱也知影，咱发脾气，加减拢会伤着人。第一，表达受气的言语也是行为，你可能撞刀啊、撞椅啊，无小心刀啊、椅啊撞着人。你撞刀啊、撞椅啊，你甲人惊着。所以表达受气的言语也是行为，往往会伤害着别人。更较重要的，总是会损害着人际关系。然后，受气也难免互咱陷落伫自我中心，因为既然受气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往往当咱陷落伫个人的情绪，你为着受气来受气，结果代志无办法得到好的解决，反倒让伊干那互你的情绪来拔掉的，互你的感受来拔掉的，你煞无办法去想别项，变做陷落自我中心，甚至代志拢无得到解决。所以想到一个，这嘛是网络看来的故事，但是我感觉真值得来分享。咱知影，咱若捌伫办公室工作过，拢知影，中昼的时阵，你若无赶便当上班，通常就是大家同事招招的，来外口来食面。这故事内爱讲，几个同事大家伫遐招招欢欢喜喜，中昼休困。去外口办公室外口的面摊仔去食面，其中一个同事，伊叫炸酱面一碗45块的炸酱面，但这常常会出错的就是旁过来是啥物麻酱面。常常你食面你若面摊常常会搞错。
叫炸酱面，旁来的是麻酱面。啊，本来大家心情就好，但是即个同事，伊就是真生气。伊讲：我点的明明是炸酱面，你哪互我麻酱面？结果甲头家叫来，伫遐骂10分钟。无错，即个头家有出错。无错，人的情绪是正常，但是即个同事为着45块的炸酱面，变做45块的麻酱面，结果伫遐害着大家食中昼的心情拢无去啊！所以其中一个较资深的同事看到即个情形，就甲即个伫遐对头家发脾气，面搭啊头家发脾气的同事讲，请问你的人价值偌济？你的人价的价值，敢是敢若45块？叫伊就甲迄个面搭啊头家讲，不要紧，你甲我包起来，你去煮一个炸酱面互伊，然后即个我来买，45块，看到两个人的人价的价值差别是遮尔啊大。一个为着45块的炸酱面，做毋着变做麻酱面，伫遐大发脾气，害着众人食中昼的心情拢歹去啊。一个是伊用真悬的 EQ， 伊甲头家讲袂要紧，包起来，即碗我来买，你搁去煮炸酱面出来。代志得到解决，所以咱知影，受气无拄拄会当解决问题，反倒当受气，就算是有受气的理由，但是受气出来，往往拢是反效果，甚至害着大家好心情拢无啊！好，这是一个网络的故事，讲。你的人格值多少？是45块的一碗面，也是讲你的人价，你甘愿了这45块，但是咧代志你着解决，甚至众人你想即个用智慧、用高 EQ 来解决问题的人，敢是伫同事的中间会特别受人尊重？所以。即个故事嘛，值得咱来思考。无需要承认每一遍我受气了后，无一遍无反悔的。毋知影讲恁在座真侪兄弟拢比牧师阁有社会经验、人生的经验，敢有共款即种感受？每一遍发脾气了后，无一遍是无反悔、无后悔的，讲当时就毋免安尼解决。当时莫安尼，其实袂有后来真侪问题，因为咱想的，咱选竞赛，咱敢会选迄种脾气足无好的，伫遐小代志就发脾气的，咱绝对袂嘛。你选竞赛，你敢会选迄款？你安尼想，也是讲选新妇，可能。你敢会选迄款真容易发脾气、真敏感，啥物代志拢会？变做无好的状况，然后袂收山，因为情绪管理，所以咱就安尼来想咱家己。既然你无介意即款的情绪反应，安尼为虾米要一遍搁一遍犯着即款你所无爱的错误？所以但是爱承认，受气是一个人的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咱也爱承认，因为咱的受气，其实造成咱真多的问题，造成咱真多的困扰，事后的困扰。所以咱搁转来，咱知影，其实圣经中间。旧约圣经，尤其旧约圣经中间，
记载上帝其实也会受气，上帝捌因为人类的罪恶真大来受气。创世纪就记载过，甚至挪亚的故事，咱知影上帝用大水，甚至要将人类甲伊所创造一切的受造物来毁掉。但是咱想到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水的故事，咱莫袂记即挪亚。伫大水了后，当然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所以因为挪亚的缘故，挪亚的全家甲地上的动物，上帝拢保留一部分，互即个动物会当继续生活。但是大水了后，咱莫袂记即上帝甲挪亚来立约，也甲即个受造物、即个世间的一切来立约，用彩虹讲上帝立约，伊袂阁亲像即个大水共款，安尼来消灭伊所创造的人类，伊所创造的一切，重新立约。所以上帝受气是一个过程，是要为着互人类甲伊会当搁较亲近。那创世纪9章记载，上帝伫大水了后，甲挪亚的一家来重新立约。咱知影立约代表啥物？有一个契约的关系，无过是一个无关无系，是一个有一个关系，大家有一个约束。上帝约束，伊绝对袂阁用亲像大水共款，一概消灭伊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上帝的受气，最后的目的是为着修补，为着医治即个祸害了后的关系。所以上帝的受气是为着修补，为着医治，毋是为着迫害。伊毋是为着迫害来受气，伊受气是伊伫个修补的过程，是一个医治的过程。然后福音书的中间也记载，耶稣敢毋是也会受气？耶稣捌对虚假、假冒伪善、假好的法利赛人受气。伊对法利赛人讲话真无客气，人爱承认。耶稣受气，记载上清楚的就是耶稣对伫遐个用宗教敛财伫圣殿内底做生意，甲犹太要来雕成的犹太人来做生意，佮无老实，或者会圣殿做生意的人，甲伊的做生意的桌仔来车倒。耶稣的受气是针对人的不公不义，耶稣的受气是针对人的罪性。耶稣受气的目的，是要互世间人知影爱赶紧转来上帝来找求悔改，找求赦免。所以耶稣的受气，伊毋是为着受气来受气，耶稣的受气也毋是单纯的要互别人、要互众人知影，我足受气哦，我开始迄受气哦，恁爱注意哦，我迄受气哦。结果咧，无解决任何代志。毋是，耶稣互人的好模样就是，若是受气，
是为着要开始即个修补关系的可能性。伊生气毋是要毁灭关系，伊生气是要开始即个会当修补关系，并且耶稣的受气是暂时的，只要人愿意悔改，主耶稣基督随时拢准备好要来赦免咱。落兄弟，以有所书4章29节，讲啊真好。4章29节讲啥物？恁的喙拢毋通讲出拉散的话，独独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恩典。落兄弟，伫福音书的中间，无错咱读到耶稣的受气，但是咱读到更较多的是啥物？耶稣的行动，耶稣的言语所表现的仁慈、良善。所以咱读到耶稣用正面的话，用正面的态度来回应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耶稣也用正面的话、正面的态度来回应迄个替患病的奴仆来找求耶稣医治的迄个八种、迄个百夫长。拄啊好，咱几个月前，咱拢读到遮的福音书记载耶稣的故事。耶稣是要起造，是要造就，毋是要拆毁。所以耶稣更加是用伊的行动来关怀遐个互社会边缘化的人。咱讲社会边缘人，耶稣用伊的行动，互遮个所谓的社会边缘人看见家己性命的价值。无错，咱即马活伫21世纪的台湾，咱伫即个网络的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咱社会中间有真侪发生的事。互咱感觉真无奈，互咱感觉真失望。尤其网络时代即款选民文化，即选民文化严重到啥物程度？你敢知影？有人伫网络顶面做广告，会叫人笑。我就看到一个阮桃园遐的一个前的议员。卖梅啊，台湾制的梅啊，结果去有人笑，讲成本多少？拜托诶，啥物人做生意毋是要趁钱？当然你卖的价销一定比成本搁较悬嘛。然后佫是台湾制的梅啊，本来就较贵啊，但是规工伫网络就去有迄选民伫遐故意考试，成本多少？每一遍伊贴文，拢去有人一个姓王的前的议员，伊后来改做生意，当然这毋是替伊广告，但是咧讲到选民文化，也是讲今仔日你伫脸书顶面，你穿啊水水来翕一个相，总是就有人甲你讲，你的配色怎么怪怪的，也是讲你今天怎么眼神不太对劲，奇怪。你就欢欢喜喜穿水水翕一个相，穿水水翕相就是安怎？要互大家看到你美好的一面啊！但是总是就有迄款选民会甲你讲这讲迄，你会感觉讲哇，
回也毋知安怎回啦，这叫做酸民文化。往往无中生有的片面之词，就会引起真侪酸民的酸言酸语，甚至围攻。咱知影有时阵甚至网络顶面酸民的围剿围攻，会害死一个人。所以咱听过真侪即款真不幸的故事，只是伫网络顶面，伊本身伫网络写即个文章，也是打即个相片，伊根本就无感觉是啥物严重，但是去互人攻击，去互人去互人甲伊笑，到后来咧，甚至有的人想袂开，煞因为安尼煞失去性命。有的人因为酸民文化、酸言酸语的围攻，煞因为安尼挡袂牢来自杀。所以酸言酸语的酸民文化，其实会害死人。所以相对比的，就是保罗伫一副所书4章25节到5章20，因为4章25节。到第4章的最后所讲的善意的言语、善意的话语，出于好意的行动，对现代人其实有更较大的帮助，因为这就是咱社会所欠缺的，迄个好意，迄个善良。好像是咱即马社会上欠的，就亲像拄一开始讲迄个故事，你看到一个面摊的头家，因为煮毋着面，炸酱面变麻酱面，结果去人客伫遐刁难的时阵，迄个善意是啥物？哎呀，45块尔啦！甲头家讲，好，头家，即碗麻酱面替我包起来，我买啊。然后你去煮一碗来互伊，这叫做善意，对无？来解决代志。善意是啥物？皆大欢喜。受气迄个人客，伊嘛食着炸酱面，当然伊失去输了面子，也输了里子，这是家己爱承担。但是代志解决啦。即个面摊的头家，伊也会当接落，代志圆满来解决，这叫做善意。所以善意的话语甲行动，这是咱现代人上欠缺的。但是对咱现代人伫即个酸民文化的中间，是对咱帮助上大的。弟兄姊妹，咱既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就是受着呼召，来用疼心的话，用善意的行动，咱是要造就人，咱是要互人甲人的关系得到修补，咱毋是要提油救火来毁坏人甲人的关系。这是咱爱会记一个，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爱学习耶稣基督，就是咱所做的一切是要造就，咱所做的毋是要来拆毁、来毁坏。弟兄姊妹，第4章30节。保罗阁提醒咱，保罗讲，也无伫互上帝的圣神忧闷，就是所捌用来看引领，到伫赎回的日个，莫互上帝的圣神忧闷。其实换句话讲，就是咱莫互上帝来忧闷啊。
啥物叫做互上帝忧闷？伫旧约圣经中间，有一直都有记载，上帝因为伊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遐个假的神，所以上帝忧闷。上帝忧闷是因为伊的百姓所做所讲无反映出上帝百姓应该有的款式。上帝的百姓所做所讲，无反映出遐个已经对上帝所领受的慈悲疼痛甲信心，所以上帝忧闷。伫福音书的中间，伫耶稣受定十字架以前，耶稣敢毋是也捌对天父来恳求？爱天父将迄个苦杯来刷走，但是耶稣后来选择的是啥物？服从顺服伫天父的旨意，毋是无顺从，毋是违背天父的旨意来互天父来忧闷。同款的，咱基督徒，咱拢是受呼召来忠心顺服伫上帝，所以咱选择上帝的指示，咱选择上帝的旨意，咱顺趁上帝，毋是顺趁人的时阵，有时阵咱必须爱违背个人的意念，有时阵咱必须爱违背个人的利益。咱选择上帝的旨意，咱敬畏上帝，毋惊人的时阵，甚至咱需要为着主，必须爱行迄条恶行的路。但是咱知影，咱信仰的本质，咱诚做基督的门徒，咱就亲像老师来学习。即个学生来学习老师，老师安怎做，咱就来即个模仿老师所做的，咱对着老师所行的，咱来做。所以信仰的本质，咱诚做基督徒的本质，就是跟对上帝的带领，跟对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所以，各位兄弟，使徒保罗提醒咱，就是耶稣为着咱每一个人，拢诚做芳芳的祭物来献服上帝。所以咱基督徒，咱来效法耶稣，也互咱家己本身诚做芳芳的活祭，来归荣光服上帝，来互上帝来用。芳芳的活祭。咱知影人对味觉其实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咱讲有妈妈的味道。爸爸食肉粽，你闻到一个肉粽的味，特别一间迄卖肉粽，你闻到这个味，你想到哇，这是妈妈的味道。有可能你顶面食到妈妈包的肉粽，可能是半世纪以前，但是迄个记忆拢存在。有时阵你迄世界的时阵，边仔一个小姐行过，你闻到伊的香味，你想到这是你40年前初恋女友用的香水的味道。真侪人有这种经验。人对香味是真敏感，人对香味的记忆是非常的敏感。所以真侪人捌去内科病房照顾过许大人，应该都有经验。你都会记起内科加护病房的味道，那个特殊的味道。我讲的可能咱中间有兄弟姊妹知影什么是内科加护病房的味道。那迄种记忆，你就联想到你以前的一寡经历，然后你就知影
味觉对人有真大的影响力。所以一款气味会当唤起咱的记忆，一款气味会互咱情绪受到影响。所以一款气味会当互你精神亢奋，一款气味会当互你放松心情，甚至一款气味会当互你心情低落，亲像你闻到一个味，你就想到你的初恋情人后来无法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款。所以讲到芳芳的话题，为什么强调这个气味？因为其实咱基督徒也爱亲像芳芳的话题，咱所做所讲，敢会当伫别人的心中，亲像迄个互人心情感觉平安的气味同款。互人会当有平安，互人有愿望，会当互人心情歹的时阵，想到咱所讲所做的，伊重新得到愿望，伊心情会当得到恢复。所以咱爱效法基督，用咱所讲所做来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互咱成做一个芳芳的气味，通影响人，通互人记得耶稣基督的美好，互咱的芳味有基督的芳味来造就人，来安慰人，并且会当来修补人甲人的关系。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透过使徒保罗所留互阮的教示。阮思考着主你所做的一切，你因为世间人袂记你，因为世间人顺趁家己的心，无顺趁你，你感觉忧闷，甚至你也会因为人的罪恶、人本性的软弱、人无愿意跟对你，甚至你也会受气。但是主啊，你予阮看见你的受气，是为着要互阮来转来跟对你，你的忧闷。是，互阮通体会到，阮爱把握机会来找求你的赦免。所以主啊，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来成做芳芳的座，来互别人因为阮所做所讲，会当感受到主你的慈悲疼痛是遮尔啊大，也会当伫因拄着困难的时阵，会当会记起主你的美好，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时时刻刻来跟对你，因为阮是你的百姓，阮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主你互阮会当用基督的心来做心，互阮用主耶稣所做所讲来成做学习的对象。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保守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所做一切，会当互阮身躯边的人来对伫你，来得到福气。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咱三面的下面，咱要来三角应答上帝的话。圣诗350。
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护士，满心欢喜。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明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报扬明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来念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得天，做上帝护士，满心欢喜。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但我爱报扬明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报扬明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天心来顺服，心来安宁，天堂的欢喜在你眼前，天使也刚好甲我往来，我用主耶稣主的爱，但我爱报扬你的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但我爱报扬你的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时刻把救主福气无限，典型来天堂望主来，让地主耶稣满心的爱。我爱报扬你的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爱报扬你的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唱妹这首甲明明这首来书献。下面
报告，即时请咱先开首告。咱报告事项，8月初5日礼拜六吼，要伫工厂路的府上举行家庭礼拜，上午9点3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要去到桃园的北der吼。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吼，请用手尾结束来报名，人安排车辆来共乘前往吼。第二，刘宪文姐妹基会的金华37室内合唱团吼，要伫8月初7日礼拜一暗时7点半，要伫中油的国光厅举行音乐会吼。咱若有要参加的，请来甲宪文姐妹联络吼。第三，为9月份起，每月的第1个礼拜六上午10点，教会要开设插会班吼。由咱的插会老师，江老师吼来授课吼。学费全免，会财来支付吼。报名吼，请迄个手尾结束啊。第四，若有探访需要，也是愿意开放住遮的时阵吼，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吼，请甲牧师讲，也是甲中职讲，拢会使，咱通来安排吼。第五，要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出席教会礼拜5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吼。咱目前查考的范围是旧约的创世纪啊。咱后礼拜主日礼拜迄个题目是信仰是行动哦。经文要看以弗所书5章第1节到21节，家己会当先来有识吼。咱来看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哦。主日的圣乐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还有咱礼拜煞的时候吼。咱查经祈祷会是暗时的7点半。咱即礼拜要查的经节是创世纪22章第1节到24节啊。咱顶周的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有毋对的，爱更正的，才来即个手尾结束，也是人民结束来更正啊。咱来看正边下面的经句，以弗所书4章32节，各着用仁慈三款待，做怜悯的心，大家三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咱先用台语读2遍了后，才用华语来读一遍。即是请咱大家来读来。各着用仁慈三款待，存怜悯的心，大家三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各着用仁慈三款待，存怜悯的心，大家三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3章12节。这是补充，请牧师来。咱消息报告第2条哦，咱的迄个刘宪文老师哦，伊所指挥的金华37室内合唱团的这个8月7号、8月7号的暗时的音乐会啊，这个宪文姐妹她说哦，伊讲伊有一些免费的票哦，所以讲哦，大家哦，当然这个伊有的票，这是售票的音乐会，但是
献文姐妹伊有免费的票，所以咱若要去的，拢会当甲伊这个来接洽，要去的来找这个献文姐妹，可是他有免费的票，可是这个票这票是要售票的，大家听得懂吗？这个音乐会是售票的音乐会，可是我们的指挥刘献文姐妹她有免费的票，所以要去的都要来找刘献文姐妹应该我这样了解是没有错的应该这样够了，然后就来问你就好了。好，再来一项重要的代志来补充报告。咱拜六7月29拜六7月29下晡2点，是咱民意长老的老母的这个埋葬礼拜。虽然讲咱拢知影，这是半当前民意长的老母过身，但是因为伊的家族的梦最近较重新来创好，所以伫拜六这个拜六29号下晡2点要举行安葬礼拜。虽然讲教会的惯例安葬礼拜通常是10到15分钟真短，但是因为民意长老是咱教会的长老，所以教会会派代表过去。若咱有兄弟对伫即个代志有关心呢，咱也会当直接来问民意长老，也是来问牧师，但是教会会有代表来参与，2点到伫即个民意长老边仔遐的厝，咱2点会对遐教会遐在地教会做伙过去墓地的所在，来伫遮请咱大家兄弟姊妹拢爱为着即项代志，来为着民意长老的全家族，来关心代祷。以上。只是请咱大家坐咧原位，以拱手来互相请安大家平安。平安。只是请咱大家来吟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典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眷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